路加福音第15章，有一拜好多税官老犯人来听耶稣讲道。法利赛人老健学教师发言人讲：这个人让未接待犯人，如同记得穷下食饭。因为安样，耶稣讲一个比喻本记得听，佢讲：那些二条中间，没有人有100只羊，失落其中1只。佢甘為將其他嘅99隻放在草圃，去尋幾隻失落嘅，直到尋到嘛。尋到以後，佢真歡喜，就將羊嘅放在肩頭上，轉活下去，然後請朋友老鄰舍來對佢哋講：我很歡喜哦，我失落嘅羊嘅尋到咧，你哋來同我聽歡喜。像咁樣，我老你哋講。一個罪人悔改，在天堂也會為到佢歡喜。這種嘅歡喜，讓個99個唔是悔改嘅義人。那係一個富人家有10隻銀錢，失落1隻，佢敢唔會點燈來變活得所在上細尋，直到尋到嘛？尋到以後，佢就會請朋友老鄰舍來對佢哋講：我很歡喜哦，我失落嘅銀錢尋到咧，你哋來同我聽歡喜。像咁樣，我老你哋講，上帝嘅天使也會為到一個罪人嘅悔改來歡喜。耶穌繼續講：沒有人有2個老爺，4個老爺對阿爸講：阿爸，求你兩下就將我應得嘅產業分俾我。阿爸就將產業分俾佢2個老爺，過幾日4個老爺就將所分到嘅產業賣脫，帶點錢離開屋下，佢去到親遠嘅地方，在嗰位浪費錢財、過荒唐嘅生活，佢將所有嘅一切花清清後，又渡到嗰位大地方，佢就苦到講唔得，所以佢去求當地一個人本佢細做，竟然喊佢去農場學煮嘅，佢餓到連煮嘅食嘅頭殼也想會拿來食，還係無人拿乜嘅東西本佢食。最後佢分享過來講：阿爸有請按多工人，佢哋糧食充足又有存，我反轉在兩位餓死，我愛放起來轉去阿爸嘅位，對佢講：阿爸，我得罪天也得罪你，我已經無資格稱做爺奶嘅，求你看我做你請來嘅工人。佢就起身轉阿爸嘅位去，離屋下很親遠，阿爸看到佢就憐憫佢，就定過去，攬定佢嘅頸巾，緊緊佢。奶爺講：阿爸，我得罪天也得罪你，已經無資格做爺奶嘅。仲係嘅阿爸向僕人講：格格拿最好嘅長袍來本佢着，拿金子本佢戴，拿鞋本佢着，然後將幾隻皮嘅犀牛骨牽來吃，我哋來盼着歡歡喜喜來慶祝，因為我哋嘅奶爺係死體又復活，失落又尋到嘅，大家就開始慶祝。這時，大家奶爺還在天空做事。到佢轉來，離屋下無結緣嘅時，聽到音樂老跳舞嘅聲，就喊一個僕人過來，問佢發生乜嘅事情。僕人應講：亞老太轉來咧，亞爸因為佢平安永天轉來，就吃幾隻皮嘅犀牛骨。冇想到太奶嘅沙發現唔肯入去，亞爸就出來勸佢，仲係佢對亞爸講：你看。按多年來，我像奴才按樣服侍你，唔是違背你嘅命令，你是本愛乜嘅孬，連一隻細山羊也唔是本愛同朋友共下歡喜。仲係你兩隻奶爺，佢將你嘅財產亂用在己嘅身上，兩下佢轉來，你就為佢吃嘅隻皮嘅犀牛骨。亞爸就對佢講：細子啊！你常常同我共下，我一切所有嘅
全是你嘅，總係你倆嘅老太係死體又復活，失落又潛到嘅，所以我哋應當歡喜慶祝。